常年期32週三單數年智慧篇6章2到12節，路加福音17章11到19節，小德蘭福傳之友，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5年11月12日，耶穌基督每次大選將屆，社會上整個氣氛都沸沸揚揚的，很多人都想爭一個高官職務，都用盡渾身解數。甚至有時候，這些解數不是光明正大的，真的希望他們當選以後能夠做一個老百姓的父母官，人民的公僕，希望是如此。但是令人失望的例子確實不少，一旦權力在握，就浸漬國家，甚至想永遠做萬壽無疆的皇帝，一天到晚不是想如何為老百姓謀福利，而是想怎麼保住自己的權利和江山。很多時候，對這些濫權害民的統治者，小老百姓都只能忍氣吞聲，徒呼奈何，或只能期待下一次選舉把他們選下台。今天的讀經一就是對這些權高位重的人的一些勸告和警告。在他們上面還有一位至高者，這位至高者會監督審查他們的行為，對胡作非為、無法無天的統治者，至高者會執行嚴厲的審判和懲罰。所以君王們，你們要學習智慧，要聖善地持守聖善的法律。主耶穌就是這一位至高者，最有權力的神人。但是耶穌絕對不會濫用妄用的權力，用的權力不是為奴役我們，而是為服務我們。所做的都是以愛為動機的，都是為了給我們好處，而且才知道什麼才是為我們的好。今天的福音裡，主耶穌就使用的權能幫助了10個瘋病人。可惜的是，9個被治好的都不懂得感恩。我們都蒙受過天主的恩惠，我們應該感恩，也應該更知道去服從天主的權力和旨意的好處。最好的感恩，還是把這慈愛的天主熱情地介紹給得到無數的神，仍因為卻還沒有叫阿爸、父啊的人。今天我們特別要為所有有位有權的人祈禱，不單單是教會外的，也包括教會內的。